鼓声响一边，现在动车在为将兄弟，阮一行三路命，为着名声拼一命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伊两个功夫，紧来紧来紧来啦！来，看，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有人讲爱食菜花，嘛有人爱苦瓜，有人爱看人老，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。来，大家我来参考，若爱看拳头免惊无。日本直刀山是火手刀、咸肉刀，也那美国片仔杂刀，目睭落落，若要啃两半，伊就往辛苦才算会无。也那印度乌甲大箍是同人知，若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。也那小弟是真不才，巴肚若腰转步数，也巴肚若饱就无半步。来看，太祖拳是拍耳机。也那白虎拳是唱麻糍，狗拳是好卡手，狗拳吃目睭打。看一部纯情放卡，起手落叉，这部卡手就爱摔吧，才袂敢若亲像在眠床顶跳乱吧。来放心，这部叫做洞主拜观音，目睭就爱扫金，才袂倒步看做名人。也这部就是落地明火，目睭若要结苦苦，内衫会看做内裤。过来看好，这部叫做关公倒传刀，动作若无做好，袂精彩会家己先倒。啊，刷落去就是三林满前途，满若着后代敢会找无？过来就是灵坡洗身躯的价值，不是准备要出去，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，才袂互灵坡歹势。来，我来跳甲好，不是要小步，也不是要跳慢步，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刀。也若要好，就是愈落去愈好看。来，今日自然来相逢，明日就要搁再换八对。太祖拳像铁骑，白虎拳是像麻糍。啊，请恁紧来看，流浪江湖的伊两个功夫。紧来，紧来，紧来。